MB 咧，佢今日死咗個兄弟，情緒同狀態都好唔穩定。我放佢2個禮拜假，冇問題啊嘛？冇人 inform 過我，你覺得有冇問題啊？我而家正式通知你 ，Peter，你唔好諗住玩嘢啊！喺你退休之前，我都係嚟嘗試。呢個劍拔弩張嘅場面，正正就係出自《寒戰1994》。當年路縣嘅二當家方展強綁咗首富嘅家眷，成個警隊上下都盯實呢單嘢。嗰陣時李文斌仲係個血氣方剛嘅後生仔，誤打誤撞搞砸咗警隊一哥嘅大計。為咗唔想佢背黑鑊，古天樂飾演嘅蔡元琪唯有安排佢出外避下風頭。喺避風頭呢段時間，蔡元琪一直暗中同李文斌通風報信。有一日佢喺情報入面睇到一條關鍵線索，原來路縣嘅新任助管阮先生今晚大擺壽宴，而一班救元佬正密謀喺壽宴上面造反。收到風之後，李文斌即刻單槍匹馬殺到現場。蔡元琪知道事態嚴重，第一時間打電號叫手下千祈唔好阻住李文斌辦事。不過一個差佬單刀赴會闖入呢種黑幫地頭，即刻就引爆咗全場嘅火藥味，班人即刻將佢團團圍住。點知李文斌面不改容，不慌不忙咁擺低杯酒，話係專程嚟敬新任助管一杯。點知下一秒佢竟然將杯入面嘅酒直接倒落地下，呢一下瞬間點燃咗全場嘅怒火。你倒埋呢杯，你翻唔到出去嘅喎。李文斌依然神情自若，隻手微微一斜，作勢又要倒酒。李 Sir， 我敬翻嚟。到呢一刻佢先知原來傳說中嘅阮先生竟然係個女人。飲完杯和解酒之後，阮先生下令送客，但係李文斌唔肯罷休，即刻質問佢。而當家方展強邊有咁大個膽去綁首富嘅屋企人？兩人啱啱劍拔弩張，李文斌敏銳咁察覺到有人想放暗箭，千鈞一髮之際救咗阮先生一命。經過一輪激戰，兩人終於殺出重圍，去到安全地帶。李文斌再次追問方展強綁架嘅事，阮先生微微點頭承認，仲提出只要佢叫方展強放人，大家就既往不咎。但李文斌因為呢單嘢已經賠咗個兄弟條命，點可能就此算數？兩人爭吵時，李文斌又一次發現刺客埋身，即刻飛撲上前，再次救咗阮先生。搞掂啲殺手之後，兩人終於鬆一口氣。但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先發現自己原來已經中咗槍，連反應都唔切，成個人就一頭栽倒咗落地。